第一排请往前一步哦，第一排的前贤，慢慢往前一步。哦，优良志工，优良志工。好，我们请我们的王前人，跟我们所有的志工一起合照，一起合影。那我们请我们的这些优良志工啊，往你们的右手边靠过来一点。哦。好，那我们后面这一排请往前靠，我们这一排先请哦，好不好？那我们往中间靠一些哦。对，往中间靠一下。好，大家笑一个。前面的稍微蹲一下下。好，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些志工们无私的、无悔的付出，让我们的读经班能够蓬勃发展。我们非常的感谢他们，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这些志工们，也很感谢我们的王理事长为我们颁奖。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南新单位的王贤人王坤德王贤人上台为我们致辞，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王贤人。掌声欢迎王贤人。我们王贤人今年已经88岁。